台语新怪人险小说带苏雅教会去，配音人员汪薇、郑顺聪、张玉冠、郑清红，配乐制作瓜君元，录音混音单立德，录音室 Rapid Studio， 编辑出版真话出版社，郑顺聪文学作品。各位囡仔、大人，你敢会心情郁卒，感觉生活介无聊？嘿嘿，来，对我来台语世界人险，那亲像坐云霄飞车，夭寿刺激哦！来，耳啊真足听，甲这个世界的窗仔门拖开，咱对拖通去人险咯！